脱。智慧净人土，一生执着，就无法自在了呀。智慧净土。其实人生如戏，倘若衣裳贪欢，君不见曾几何时，有人赫赫烈烈；曾几何时，有人草草生死。人生无常，无常的世间，虚华幻境。徒儿们，要能够看清无常的本相，才能视透这一场梦。而人往往向假的、有形象的去追求，殊不知待无常一到，纵然是王侯将相，爵位多么高，福禄多么大，最后都如海市蜃楼一般，空幻一场。然而徒儿们，若是在这虚华假景当中，邯郸梦不醒，那么你此生此世将被命运牵着走，心不能够转机。而真善美的人生，乃是要你能够用般若妙智慧去探透人生的无常，而不只是去追求眼前的美景。因为一切的美景都会随着无情的岁月而消失。你们看看古来的英雄豪杰，有几个能够战得胜无情的岁月呢？你们又可曾想过，当这一场戏唱完之后，你们的灵性又要搬家到哪里呢？既然短短的生命无法苟延，有智慧的人都会借着短暂的生命来开创永恒的盛宴。所以人生的可贵，乃在于寻求一个永久的归宿，是不是？世事浮华瞬间飘零，一代英名埋荒冢。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白杨。如何能清净、自在、解脱？世人之所以会觉得人生很苦，就是因为对生命的究竟参悟不透，对生死的认知模糊不清，而更重要的是贪求不足的妄心。徒儿们要知道，一切苦的根源就是对世间的假景贪欲不舍，欲多则烦恼变多，欲多则贪求也多，求而不可得则生怨，怨生则苦恼至。所以我们修道人当乐道安贫，以追求智慧为要务，不被世间五欲所打败，自然能生活得平稳。
譬如呢，世人所及一事，莫非饥寒为罪。庆不是这个庆，要知道，虽是粗茶倒数第五个淡饭字，同不庆那个宜字，轻求，倒数第三个字，只要能淡引庆那泊个，庆。无贪亦无忧，莫道清寒苦自受。若肯随缘，苦胆可变甘泉。苟能化尽，茅檐亦是雅轩呐。一般你们想要得到健康的身体，现在2021年，你们都只研究生理卫生，而肠其实道74周还有年一项，36年重要的心理卫生，现在2021年，你们肠道都没去实74践。年。所谓心理卫生，即是少思寡欲，常清常静，清清静静，到了极点，才是最高的心理卫生，知道吗？那么，要怎么做呢？所谓不种深草，不致引来毒蛇。寺庙不好，鬼神避之而去。故我心无欲，邪魔自然离去。徒儿们可知道，三世诸佛所要维护的，就是这一颗不受污染的天心啊！也就是徒儿必须时时刻刻用真主人去应试。当物欲缠绕的时候，要冷静地会观；当迷惑产生的时候，要考察一切前前后后的苗理，不受于邪，则邪气自去。你们知不知道，天底下什么是最难控制呢？就是我们的心猿意马呀。所以，要修道，就得学习锁心猿，勒意马。而修道的火候，也就在于不动一心。徒儿们要怎样使心胸开阔呢？要从扫心地着手。贪、嗔、痴，乃地狱之根，由此衍生了千千万万的杂念。徒儿必须扫净内心深处的这一切，直到最后，即使是善恶念，亦不使它存在，以免执着于两端。杂念扫净，自然心空，则心胸便开阔了。譬如有人问：忍住一时之气，对修道有好处吗？其实好处不多啊。忍是贤人7月19是生日了，未达真道者8月才15须忍日，达者今天归就空之日，不必忍了。心成道中日，若无成见，就成不必忍。心中若不起凡圣善恶之分别，内心能平平静静，也不必忍。这是佛圣的自然，因为忍字乃刀刺在心中，很痛苦啊。
由于佛性没有憎恨，也不会难过，所以佛圣并没有忍的功夫。修道人若能到达不必忍而又不憎怨时，心自然能够平静。